各位省民，你哋好。你現在只需要報稅就可以得到幾百蚊啦。每年 B 省有唔少人因為冇報稅而錯過咗攞到生活開支補助嘅機會。即使冇收入，你都可以選擇報稅，咁先至可以攞到你合資格領取嘅福利。好多打工一族同中產人士報完稅之後所攞到嘅補助金呢，仲多過要交嘅稅款。除咗聯邦政府嘅 GST、HST 退稅同個人入息稅退稅之外，你可以享受 BC 省政府獲嘅福利，包括 BC 家庭福利、BC Family Benefit 同加拿大兒童福利 Canada Child Benefit， 每個月發放嘅免稅補助，俾有18歲以下兒童嘅家庭幫助減輕養育小朋友嘅負擔。另外一項咧就係 BC 租住者嘅退稅 BC Renters Tax Credit， 每年發放一次嘅補助，幫助租屋者減輕住屋嘅負擔。你需要幫手報稅，只要喺 Google 尋找免費報稅諮詢中心，即係 Free Tax Clinics， 就可以揾到可能免費幫助你嘅報稅嘅地方啦。多謝各位。